吳家星、方玲，後生三圍數字，索到爆， 2號姚嘉文小姐，方玲， 48、三圍35、20、35。你咪調轉咗年齡同三圍啊！我想問啊，嘉麗， 3號鮑喜靜小姐，大家好，方玲，我已經到達咗一個神秘嘅年紀，但係仍然有住肥美嘅身材嘅我諗晒啊！聽你講。哇！好啦，結果喺我哋手上啦，宣佈啦，家聰好唔好啊冇錯，2009年開心大發現選美比賽冠軍就係 ？Miss Family Wisdom 2009 The winner is Miss 鮑chíchí。鮑喜靜。點解啊？點樣扯下你？我話晒都係2007年友誼小姐，仲要係識中文嘅 ABC 喎。你都識講啦，過咗氣啦07年啦。咁我咧，你咩啫？亞姐冠軍啊！你兩個有冇談戀愛啊？冇喎，好單純。冇呢個事，冇。冇咪就係咯。我有啊，你有？我梗係有啦，點啫？即係話談戀愛同女人命有關嘅咩？有科學根據嘅咩？科學根據。幸福健康生活大發現。嚇，冇錯啦，因為啊，鮑姐啊，應該係鮑喜靜女士有呢個方恩同愛情嘅滋潤，所以佢。